即马这 AI 科技等咧，所以咱的台积电的这市值嘛达到1兆美金遐尔济，也毋过这嘛是影响台美关税的这个真大的关键。今仔日开盘是有较低，这专家警告讲，刷落来有可能是要面对3级别的关税，台湾甲新加坡可能是受到较大的冲击。AI 的风潮，互半导体产业链受到关注。将以台钢大厂台积电18台股收盘达到历史的新高，1155块，市值超过1兆的美金，创下亚洲股票的头一个，嘛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。请问一下，关税有预计明关税是32趴吗？规个产业链受到关注，由六大工协会甲本土机器人制票大厂嘛做 AI 机器人产业联名。不过台股落38.9点，开盘23301点，台积电嘛小可有起落，开价1145块。主要的原因也是受到台美关税影响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么在美国是如何来进行课征，以及它的一个标准的所在。比方说，如果它是用这个晶圆产地，来进行课征，或者是用大水库的一个理论，相对的恐怕在台湾所必须承受的晶片的关税，税率就会是比较高一些。经济学人最近嘛发表专文，提起美国总统川普目前上较严格的关税是3级的类型，因为3级型的关税欠缺明确的对象，较好透过双边谈判来降低，尤其是半导体甲药仔。台湾甲新加坡拢互认为是会受到真大冲击的国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